究竟塔之後會唔會同 BigBang 其餘3位成員以 BigBang 嘅身份再次出現喺幕前表演？ 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 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塔羅牌嘅結果咁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 BigBang 啊，咁所以我就問，Top 之後會唔會同 BigBang 其餘3位成員以 BigBang 嘅身份再次出現喺幕前啊，或者一啲表演咁呢？咁我今次抽到嘅牌咧就係星幣皇后。呢隻牌通常代表比較實際啊、穩定啊，同埋關於一啲現實嘅考慮啦，通常同事業、金錢或者物質生活有關嘅。咁星幣皇后實在係一隻太務實嘅牌啦，咁代表 Top 而家要回歸 BigBang 咧，佢會考慮有好多因素啊，例如合約啊、佢自己個人事業規劃啊、團隊合作嘅可行性之類啦。呢張牌就務實嘅，唔係講感情嘅，所以就算佢對隊友有感情都好，未必係佢落決定嘅關鍵因素啦。而同時呢隻牌咧，亦都代表照顧自己啊。咁即係 Top 其實可能而家比較想尊重自己個事業，無論係唱歌又好啊，或者演戲又好啊，佢都係想以佢個人嘅身份去做多啲。咁當然 BigBang 呢個品牌價值實在十分高啦。你話睇錢份上，佢會唔會翻嚟咧？咁唔會講死呢個可能嘅。不過我自己覺得佢暫時嚟講都係想關注自己多啲，以 BigBang 嘅身份回歸啊，可能性就唔大啦。以星幣皇后呢隻牌嚟講咧，Top 以 BigBang 嘅身份正式回歸嘅機會咧，我覺得就真係唔係好高。佢短期內應該都會集中火力發展自己嘅唱歌或者演藝事業啦。未必真係想以 BigBang 嘅身份翻去組合再一齊表演。咁但係唔排除咧，佢可能單獨同 GD 或者其他成員有一啲雙人嘅舞台表演啊。可能去一啲特別嘅場合啊、特別嘅舞台啊，或者演唱會嘉賓啊之類單次嘅演出，我覺得係有可能嘅。咁當然都要其他成員即係 GD 啊、大星啊，佢哋要好落力咁去游說佢，以情意打動佢，佢都有機會咁樣做嘅。咁大家點睇咧？你覺得 Top 會唔會翻嚟咧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討論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支持我哋嘅頻道。Thank you，拜拜。